台语学科学，你若爱地球，请做伙来食菜。巴黎气候协定通过啊，刷落去全世界拢开始要提倡节能减碳，亲像尽量升达大众运输，减少火力发电的比例，使用省电的设备，也是使电动车等等。这个节能减碳、保护环境的法度，会使互咱的地球留啊休喘一下，真值得大家大力支持。不过，若是要有效率的节能减碳，顶面所讲的方法毋是上好的，上有效率的办法，其实是停止食肉。根据联合国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伫2006年的研究报告，咱人类饲牛、羊、猪、鸡，也是鸭等等动物来做食物，是造成地球发烧的主要因素。这个报告讲，全球产生的温室气体有18%是对饲动物所来的。饲动物所产生的温室气体量超过全球所有交通工具的排放量。为着要满足愈来愈悬的肉类食品需求，咱就爱饲愈来愈多的动物，造成地球愈来愈烧。有人会感觉好奇，是安怎饲动物会产生遮侪温室气体呢？真简单，为着要饲较侪动物，咱甲侪原始森林烧掉，做牧场饲牛、羊甲种牧草。根据统计，南美洲的亚马逊地区已经失去将近70%的森林。这大片森林扮演维持地球二氧化碳平衡的重要角色。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，伊的量伤济，会造成地球暖化。失去这侪森林，会予咱地球二氧化碳的量失去控制，直直升悬。阁有真严重的一点，就是牧场的动物伫消化牧草的时，会产生不止侪 methane 和 nitrous oxide。这两项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的能力，分别是二氧化碳23甲293倍。这些动物所产生的 methane 和 nitrous oxide 分别占全球浓度的37%甲65%。有研究显示，一只牛所排放的 methane 比一台车更较侪。除了造成地球暖化以外，饲遮侪动物需要真侪水。比如讲，一只牛要产生1公升的牛奶，需要990公升的水。这对于原本水资源有限的国家，更加是一大挑战。所以讲，不管你爱咱的地球，也是爱咱的动物伴，请大家斗阵做伙来食菜。